是消费的争议来看到啉珍珠牛奶茶、珍珠粉圆煞臭生气，店员讲是珍珠伫咧换柜，这款的讲法，互人无度接受。网友听了到地老话，讲是头一摆听人安尼讲，嘛有人讲笑开花样，讲珍珠爱换柜，安尼牛奶茶敢是爱歇当？看这件代志愈来愈歹收尾，总公司赶紧出来回释咧。 天气愈来愈热，真侪人拢会去饮料店买一杯饮料来啉，尤其是珍珠奶茶，更加是卖甲写写叫。不过网友去有名的连锁饮料店买珍珠奶茶，煞食到生气的粉圆，提去问店员，店员煞甲回讲这是粉圆伫换柜。怎么可能珍珠会换气？蛮傻眼的。生气。还好吧，我常常喝对啊，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啊。 真侪民众听到头一个反应，拢是笑出来。食到生气的粉圆的网友伫人面前分享，讲店员甲伊讲粉圆伫换柜，口感较酸，真正常，互伊怀疑感讲真正是家己无知识。有真侪网友拢讲，因拢无听过这种讲法。个人讲笑开讲粉圆的换柜，啊啉茶伫寒天敢会休困。嘛有人讲粉圆着用番薯粉来做的，是要换什么柜？掩饰啊，掩盖。跟他换啊。 看到消费的纠纷闹甲愈来愈大，连锁饮料店的公司赶紧出面，强调未来会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，甲食品保存的 SOP，袂互消费者搁食到生气的粉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